哇！一年又完結啦，每一位手語主持都成長咗好多。今年我哋教咗5個主題，分別有動物、顏色、職業、聽力輔具、交通，仲完成咗星期一手語100集嘅里程碑。今年真係收穫豐富啊！嚟緊呢一年，我哋會繼續努力教更多嘅手語。咁下一年第一個教嘅手語主題係乜嘢呢？哈哈，我梗係唔會話你哋知啦，秘密。想知道下一年學乜嘢手語？記得繼續關注我哋啊！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